Hello，大家好，我係哈比，今次就講下呢個著名嘅打卡位 Mrs. Macquarie's Chair。喺 Circular Quay 嘅站開始，跟住 Google Map 行就冇死㗎啦。呢段路沿途風景優美，最啱就係食飽飯散步，或者最有壓力大嘅時候行下散下心。差唔多去到張凳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堆人 set 晒腳架咁喺度影，因為呢一個位可以話係一次過可以影到悉尼大橋同歌劇院嘅最佳位置。建議大家喺日落前1個鐘去到，咁就可以好似我咁影到3個唔同時段嘅 skyline， 分別係日落前陽光普照嗰時、日落中嘅夕陽下，同埋日落後着晒燈嘅效果。因為悉尼位於澳洲嘅東部，所以唔係咁易可以睇到鹹蛋黃，難得呢一個位置就咁啱可以睇到。所以如果你本身係一名攝影發燒友，又或者好似我咁純粹想打卡，記得一定要嚟呢度到此一遊啦。好啦，我哋而家就言歸正傳，入正題。撳低入嚟睇嘅你唔多唔少都有聽過呢件事。雖然我對金秀賢嘅印象仍然停留喺來自星星的你，因為我不嬲都冇咩點留意韓國嘅娛樂圈。不過我都知道佢真係好紅，好多 fans， 只係冇諗過佢會搞壇咁大鑊嘅嘢出嚟。但喺講呢件事之前，介紹下佢背景先。金秀賢1988年2月16日於南韓首爾市江南區日元洞出世。爸爸金鐘勳係80年代搖滾樂團 Seven Dolphins 嘅主唱。可能娛樂圈真係太多誘惑，佢爸爸之後就因為有咗第二個女人而離婚。所以金秀賢細個嘅時候係同媽媽相依為命。睇佢 IG 見佢做好多運動，踩單車、行山，甚至喺2016年與歌手李鴻基一齊報名參加保齡球職業選拔賽，仲差啲成為職業選手添。但其實佢自小患有膝上性心動過速，高中之前好少參加戶外活動，因此性格比較內向，所以佢媽媽就提議佢鍛鍊下演技或者演講，從而令自己外向啲。最後金秀賢選擇咗試下演戲。佢06年高中畢業之後冇即刻報考大學，反而選擇繼續喺大學嘅舞台劇社團度排練。之後嗰年仲跟住社團入面嘅前輩一齊去參加泡菜奶酪微笑嘅試鏡，仲成為咗劇中固定演員添。就係咁，佢就無心插柳地出道了。之後分別喺2011同2012年，因係主演嘅青春偶像劇 Dream High 及宮廷劇擁抱太陽的月亮入面展現出精湛嘅演技，令佢除咗收穫唔少 fans 之外，仲獲得多個演技大獎，以24歲之齡奪下演藝生涯首座百想藝術大獎視帝嘅殊榮，成為當時炙手可熱嘅新演員，令各大品牌都爭相邀請佢做代言人。亦因為咁，金秀賢就創下同時擔任17個品牌代言人嘅紀錄。到2013年，從全智賢主演嘅電視劇《來自星星的你》入面飾演嘅都敏俊教授，以冷酷專情外星型男嘅形象紅遍全亞洲，令佢再度入圍百想藝術大賞，更包攬電影同電視部門人氣獎，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影視人氣雙料得主，並以3座獎杯刷新單屆獲獎數量嘅紀錄，將金秀賢嘅演藝事業推上高峰，風頭一時無兩，因此得到更多品牌嘅垂青，創造咗一口氣出演超過30個廣告嘅成績。就算佢2017年10月服兵役，直到2019年退伍，到2020年正式回歸幕前之後，仍然不減佢喺韓劇中嘅魅力，因為2024年推出嘅《淚之女王》劇中同金智媛呢對 CP 嘅超甜互動，令呢套劇以最高24.9% 收視率打破咗2019年《愛的迫降》22.6% 嘅紀錄，成為 TVN 歷代收視第一嘅神劇。金秀賢喺幕前嘅成就，令佢成為韓國福布斯名人榜嘅常客。講到呢度，大家都聽得出佢嘅星途係有幾順利啦。但係金賽綸喺佢今年生日當日離世之後，佢就受盡千夫所指。不過喺討論呢件事之前，我哋講埋女方背景先。金賽綸2000年7月31日於南韓首爾市城北區吉陰洞出世，1歲就已經成為雜誌封面 model。到佢9歲嗰年，即係2009年，首次以演員身份參演電影《等待回家的日子》，因喺戲入面有住超越成人演員嘅演技，令佢成為韓國踏上坎城影展紅地毯最年輕嘅女演員。之後嗰年，即係2010年，金賽綸憑住與元彬主演嘅電影《大叔》入面，細膩咁表現出缺乏家庭溫暖早熟女孩嘅情感，獲得行內同觀眾嘅認同。呢一份認同令佢獲得韓國電影獎嘅最佳新人獎，一舉成名，仲被譽為天才童星，與金與晶、金所院並稱為韓國童星界嘅三金。隨後喺2011年開始出演電視劇，其中以女王的教室入面瑞妍呢個角色獲得第40屆 MBC 演技大賞童星獎，呢個亦係佢首個電視劇嘅獎項。當年嘅佢可謂票房凌弱，所主演嘅電影都有極高嘅口碑。到2014年，佢憑《杜希亞被
被提名競逐各大獎項，其中於第35屆青龍電影獎中，以15歲最年輕候選人嘅姿態擊敗其他實力雄厚嘅成人演員，摘下最佳新人女演員獎。之後嗰幾年，大家都可以見到佢仍然好活躍喺電影同電視圈，年紀輕輕就有如此嘅演技同成就，相信當年有好多經紀公司都想金蔡倫成為自己旗下嘅藝人。所屬嘅 YG 娛樂正常都唔會想放佢走，不過到2020年約滿嘅時候，金蔡倫就決定唔再續約，轉投金世緣同佢表哥李沙朗喺2019年成立嘅 Go Medalist。由以上睇嚟，事件嘅男女主角嘅星途可謂一帆風順，前途都一片光明。咁究竟發生咩事令佢哋兩位一個選擇去投胎，另一個差唔多搞到身敗名裂呢？一切就要由2022年金蔡倫醉酒駕駛事件講起。事件發生喺2022年5月18日早上大約8點左右，地點為首爾江南區新沙洞其中一條大路。從 CCTV 片段可以見到，一架黑色嘅 SUV 由小路出大路之後，突然偏右衝上行人路，撞向變壓器後停低。雖然炒車炒到咁，但司機完全冇落車睇下咩事，就即刻逃離現場。不過因為附近好多人報案，話見到有架頭搖又尾擺嘅車喺度行緊，所以最終喺事發後大約30分鐘，警察就截停咗架車，拘捕咗當時嘅司機，亦即係金蔡倫本人。據了解，車上除咗佢之外，仲有另一名乘客。同香港一樣，呢啲情況司機都一定要吹波仔噶啦。但係金蔡倫就拒絕接受呼氣式測試，並要求以抽血方式進行，從而得到更準確嘅檢驗。結果顯示佢當時血液酒精嘅濃度為0.2%，遠遠超過吊銷牌照嘅0.08%。而 YTN 嘅記者亦就事件訪問咗當日受影響嘅居民，我哋一齊睇下佢哋點講。그다음에 자동차 앞부분에 깨진 게 어떤 부품하고 같이 여기 기근에 깔려 있었어요. 오전에는 3-4시간 정도 장사를 못했고요. 그래서 특히 저희는 오전 손님들이 많은데 그래서 조금 더 아쉬운 부분이 있고 특히 저희 인근 가게들 전부 냉장고나 냉동실이나 이런 것들이 다 정전되는 바람에 그 안에 있는 것들이 다大家就片段所見都睇得出個變壓器係完全撞到飛咗出嚟咁，所以令該區冇咗成3個幾鐘頭電，對該區嘅居民同商戶造成極大嘅影響。雖然金蔡倫喺事發嘅第二日喺 IG 鋪咗親筆道歉信，除咗話會賠償一切嘅損失之外，亦不忘同所有受影響嘅人道歉，並承諾會深切反省，確保自己唔會重複犯錯。但係一眾網民都唔係好 buy， 金主方面亦如是。原本有份出演嘅新劇《Trolley 命運交叉點》中嘅角色由鄭秀彬頂上，而佢本來主演嘅Netflix 漫畫改編劇《獵犬》就要重新剪輯，大幅減少咗金蔡倫出演嘅部分。大約半年後嘅11月3日，娛樂記者出身嘅 YouTuber 李振浩喺個人頻道以女演員金蔡倫掏空財產的真正理由為題，將金蔡倫嘅近況講出嚟。話說金蔡倫同朋友講，佢一直以嚟賺嘅錢全部都用晒喺處理醉酒駕駛上面，包括和解金同賠償金，所以迫於無奈要出嚟做兼職。而佢當時所屬嘅經紀公司亦證實了金蔡倫已失去一切這個消息。1個月後嘅12月1日，Go Medalist透露與金蔡倫嘅合約已經到期，而且唔會同佢續約。到16號，金蔡倫被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以違反道路交通法不拘留起訴等法院開庭審理。到23年嘅3月8日，金蔡倫就事件出席一審。首爾中央地檢表示，佢血液中含有極高酒精濃度，而且出事之後仍企圖逃逸，情節惡劣，罪行重大。佢步出法庭嗰時，被記者問到有咩想表達嘅時候，佢只係講咗句對唔住。2日後嘅10號，佢喺個人 IG 一連出咗3個 story， 途中見到當時係佢喺一間韓國連鎖咖啡店嗰度打工。其後金蔡倫嘅代表律師表示，佢散盡一切嘅積蓄去賠償俾受影響嘅商戶同埋支付廣告違約金，所以而家要靠做兼職去維持生計。可惜好多網民都唔信，覺得佢只係做 show， 令佢繼續飽受輿論壓力。到4月5號，金蔡倫再度為事件上庭。聆訊結束後，金蔡倫咁樣同啲記者講：最後，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判處罰款2000萬韓元，即係大約等於113000幾港幣。有一點好奇怪，就係當金蔡倫兼職地方曝光之後，嗰間連鎖咖啡店嘅代言人竟然出嚟話，全國冇一間分店有佢打工嘅記錄，俾佢咁講一講，令啲網民更加深信佢只係做 show， 令佢復出之路非常崎嶇。醉駕事件結束後嘅4個月，即係8月份，金蔡倫喺 OGAM 娛樂推出嘅新歌《Bittersweet Ending》
MV 入面亮相，為佢復出之路踏出第一步。但由 feel 數可以睇得出成績未如理想，亦被網民批評反升期太短。但金蔡倫仍然喺12月份發布新嘅造型照，為回歸幕前做準備。不過到24年嘅3月，根據韓國媒體嘅報道，因為一直都未有新嘅工作揾上門，所以佢喺屋企附近開設咗演技課程，以為可以有一個新嘅開始，可以靜靜做自己。點知佢無啦啦喺 IG Story po 咗張相，旋即引起全城討論。24年3月24號凌晨1點左右，金蔡倫突然喺 IG Story po 咗張佢同金秀賢面貼面嘅合照。雖然佢3分鐘之後就已經 delete 咗，但仍然引起外界極大嘅揣測。金秀賢亦火速透過經紀公司否認戀情，話張相只係同公司時期嘅合照，唔清楚女方咁做有啲咩意圖，亦強調會採取法律行動。前娛記李振浩亦唔執輸加多腳，話金蔡倫咁做只係想 show off。其後金蔡倫喺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表示，目前正喺度整理緊立場聲明。整理好之後會對外公開說明。到第二日27號，金蔡倫突然向韓媒 My Daily 表示，自己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覺得咩都唔講會更好，最後只係留低句我將不予置評。到4月份，佢原定計劃以舞台劇蘿蔔水泡菜復出，但最終都因健康理由而退出。不過有唔少聲音質疑佢係因為之前 po 咗同金秀賢嘅合照引起嘅輿論風波，令劇組無奈要換角。到7月份，佢被韓媒 TV Daily 影到佢喺首爾聖水洞一間知名嘅 cafe 嗰度返工。佢身邊嘅朋友透露，雖然佢有打工，但係仍然想繼續幕前工作。到10月份，佢再被影到已經正式投入拍攝音樂電影《吉他手》，而且逐漸有網民支持佢回歸，話做更過分嘅嘢嘅藝人都可以回歸幕前，佢都應該可以。睇到呢度，一般都會覺得佢嘅演藝事業同生活都應該可以慢慢重回正軌，但萬萬估唔到幾個月後會有悲劇發生。2025年2月16號，金蔡倫原本同朋友約好咗喺佢屋企見面，但係朋友喺下午4點54分左右去到嘅時候，發現佢已經失去咗呼吸同心跳，隨即報警送院。可惜佢已經返魂乏術，終年24歲。由於警方冇發現到外部入侵嘅跡象，所以初步判定為輕生。消息傳出後震驚韓國娛樂圈。由於當日正正係金秀賢37歲生日正日，加上金蔡倫之前 po 過佢哋嘅合照，好難唔令人覺得佢嘅選擇同金秀賢冇任何關係。當一眾網民喺度揣測緊有啲咩關係嘅時候，金蔡倫嘅喪禮已經係3日後嘅19號清晨低調地完成。按照家屬嘅意願，整個儀式都係以非公開低調形式進行。除咗屋企人之外，有出席嘅都係金蔡倫生前嘅朋友，當中包括已經神隱多年嘅大叔元彬。不過金秀賢只係喺女方離開嗰一日，官方咁講咗句深感悲痛，願亡者安息之後就算，亦都冇出席喪禮。我諗當時嘅佢發夢都冇諗過幾個星期後會到佢失去一切。喪禮後1個月都未夠嘅3月10號 ，YouTube Channel 環樹研究所喺毫無預警下直播期間突然核彈式爆料，大爆由金蔡倫由細睇到佢大嘅阿姨提供聲稱喺金蔡倫生前本身諗住喺舊年即係24年3月24號 po 上 IG 解釋佢同金秀賢關係嘅長文，內容重點係一金蔡倫澄清當日 IG Story 嗰張相係16年影嘅，而佢同金秀賢嘅戀情係由2015年11月19號到2021年嘅7月7號開始嘅時候。佢16歲，而男方就30歲。二，佢轉投咗 Gold Medalist 之後，要做埋新人選角等幕後工作，但係從來都冇得到過相應嘅報酬。三，之後到傾續約嘅時候，公司要求佢以金錢借貸為條件先肯同佢續約，但當到續約 deadline 嗰時，佢完全聯絡唔到公司同埋金秀賢。之後仲收到封帶有威脅性嘅內容證明書，金秀賢方面就喺同日光速咁出咗篇聲明，否認直播時候對佢作出嘅一切指控，包括金蔡倫自15歲開始就同佢交往。公司喺金蔡倫酒駕事件中處理不當，同埋公司經理同 YouTuber 李振豪私交甚篤，佢哋強調呢啲都係絕對唔可以坐視不理嘅虛假事實，而且考慮採取最嚴厲嘅法律行動。第二日，環樹研究所爆出金蔡倫生前 send 俾金秀賢嘅求救短信，據說呢個 message 係金蔡倫用佢表姐嘅電話 send 嘅。金蔡倫話佢自己收到內容證明書，見到將會被起訴，明明話過會俾足夠嘅時間我亦都努力準備復出，就算逐啲咁拎出嚟，我都會
會慢慢還。我唔係話唔還，只係要我即刻拎7億出嚟，我真係做唔到。唔通真係要去到對簿公堂呢一步？求你救下我，俾啲時間我啦。由張 cap 圖可以睇到發出嘅日期係24年3月19號，即係佢 po 相上 IG Story 前幾日。所以我同好多網民嘅想法一樣，都係覺得因為 send 完 message 金秀賢都冇回覆，佢先 po 相逼男方蒲頭。但原來除咗嗰張相之外，仲有你哋而家見到金秀賢啜佢面珠燈呢一張，然後仲包埋聲稱係金賽綸表姐同佢嘅 Kakao Talk 對話內容。對話重點係表姐 cap 圖俾金賽綸，話收到好多記者嘅電話，金賽綸就叫佢唔好聽。表姐就話睇新聞見到金賽綸話要發聲明，但金賽綸就回覆話唔係真嘅，不過自己就真係寫咗篇長文，然後就將琴日環樹研究所 po 嗰篇長文 send 咗俾表姐。而表姐睇完之後，除咗好嬲咁話金秀賢方面爆咗佢電話俾記者之外，亦有問金賽綸係咪會 po 篇長文，佢就答唔會。此外，金賽綸嘅媽咪亦都有發聲，內容大約係話之所以再提翻係金賽綸嘅事，係因為想恢復佢被一下子摧毀嘅名聲，唔係為咗得到啲咩或者挑起紛爭，只係希望佢個女可以好似生前做演員嘅時候嗰份榮譽一樣，俾大家記住同追憶，唔好只係成為茶餘飯後嘅八卦話題。之後嗰日12號 Go Mailers 再度發聲，強調立場不變，而知名韓國娛樂媒體 Dispatch 終於就事件報道，佢哋就債務上限問題訪問咗 Go Mailers。D 社問點解要寄內容證明書俾金賽綸 ，GM 就話其實我哋唔係真係追佢債，亦冇諗過會收得翻。不過如果唔走基本程序嘅話，公司可能會上身。當 D 社再問有冇向金賽綸解釋只係走程序嘅時候 ，GM 就話以佢哋所知，當時嘅經理人有講明只係佢哋公司嘅內部文件流程。D 社就話不過金賽綸收到信之後好不安。GM 就話我哋借俾佢嘅時候有講過，公司唔會真係同佢追翻咁大筆數，亦都有話到佢遲啲有能力嘅時候再慢慢還都得。而金賽綸去世當日 ，D 社記者都有去現場，亦有訪問佢嘅鄰居。D 社問鄰居有冇親眼見過金賽綸，鄰居就話曾經見過佢喺樓梯嗰度喊咗好耐，仲話見到佢手腕上有傷痕，覺得佢好可憐。而環樹研究所亦有 comment D 社嘅報道，因為 D 社所 po 出嚟嗰張求救短信嘅 cap 圖，明顯係金秀賢視角，同埋係收到當日 cap 嘅。如果喺收到之後一段時間先 cap 圖，就會好似金賽綸視角嘅 cap 圖咁，有埋一期。此外，亦 po 出金賽綸喺舊年3月15日收到標題為敦促償還債務通知書嘅內容證明書，內容大約係話22年嘅11月22日，公司借咗大約7億won俾佢，講好咗要喺23年嘅12月31號之前還，但到而家都未收到，所以如果再唔還嘅話，公司就會採取法律行動。然後仲 po 埋當日金賽綸所簽嘅承諾書，上面列明咗金賽綸嘅欠款，亦列明咗細節。跟住佢哋仲公開金秀賢當緊兵嘅時候寫俾金賽綸嘅信件，其中最值得留意嘅係呢一部分，因為好難見到你個樣，所以我更加想知道你而家嘅情況，但我唔想你有壓力。最可以講出嘅一句係我好掛住你。除咗信之外，金秀賢喺19年嘅11月，亦都有喺巴黎寫明信片俾金賽綸，佢喺卡上面用昵稱賽綸我倫去稱呼金賽綸。另外仲有幾張金秀賢 send 俾金賽綸嘅自拍照。最後環樹研究所嘅是日爆相就係呢一張聲稱喺19年平安夜嘅合照。第2日13號 GM 出聲明表示會喺下星期以證據為基礎發表立場聲明。佢哋咁講好可能係因為各大品牌已經開始割席跳船，金秀賢喺呢一方面又創造咗歷史，成為史上壽命最短僅得3個月嘅 Prada 代言人。其後環樹研究所直播嗰時再爆出一張男女主角嘅合照，從相中雙方嘅衣着所見，相信應該係同琴日嗰張一樣，都係19年平安夜影嘅。之後嗰日 GM 突然出咗篇12頁嘅緊急聲明，原因係環樹研究所1年幾日嘅爆料，搞到所有記者24小時圍住公司咁滯，加上輿論壓力令金秀賢情緒極度不穩，所以想緊急澄清主要嘅爭議點，包括雙方嘅戀愛關係係由2019年嘅夏天到2020年嘅秋天，強調當時金賽綸已經係成年人，所以話金秀賢同未成年交往嘅指控並不成立。而金賽綸舊年3月喺 IG Story po 嗰張相，同埋今年3月11號環研所公開嗰張相，都係20年冬天雙方仲一齊緊嗰時影嘅，因為當時金賽綸着緊嗰件衫係某牌子喺19年6月先出嘅款，所以嗰張相唔可能喺佢仲係16歲嘅時候影。仲有佢哋12同13號再公開嘅合照，由雙方嘅服裝可以見到明顯係同一日，即係19年平安夜嗰一日影嘅，所以環研所係咁話張相係16年影嘅根本冇可能，因為佢哋兩個當時仲未一齊。至於金秀賢當兵期間所寫俾金賽綸嘅信，只係佢寫俾親近朋友嘅普通信件，內容都只係一般軍中生活嘅分享。掛住你呢一種表達方式，只係軍人之間好普通嘅說法。而賽綸我倫只係女方由16年公開使用嘅昵稱，指控環研所刻意講到係佢哋兩個之間嘅特殊稱呼，誤導大眾。最後 GM 話環研所指控金秀賢冷漠對待金賽綸，間接導致佢走上絕路，但事實並唔係咁。金賽綸因為酒駕事件需要賠大約11億won，當時公司已經代佢還咗大部分嘅債，並將餘額列
為壞賬，冇再追過佢錢。而金秀賢本人從來都冇借過錢俾女方，亦冇參與過處理債務事宜。公司依法寄出內容證明書，只係賬務嘅處理，並唔係追債嘅行為。話佢哋將金翠玲嘅離世相提並論，係無根據嘅惡意揣測。同日，金翠玲媽媽再透過還研所發表聲明，指控前預記李振浩擅闖金翠玲嘅靈堂，同金秀賢嘅聲明係大話連篇。最後，主播金世儀再爆多張雙方面貼面嘅合照，並根據背景推測拍照地點為金秀賢聖水洞住所附近，仲聲稱手上有張金秀賢嘅洗碗相。第二日 ，GM 大陸道出聲明，話希望可以直接同金翠玲媽媽對話，講清楚件事，化解誤會。不過似乎弄巧反拙，再辣興白霧，令佢授權還研所公開金秀賢張洗碗相，驟眼睇到下半身疑似真空。此外，白梅再提出7點聲明，其中包括希望金秀賢承認同金翠玲未承認嘅時候開始交往同道歉，希望 GM 對之前所講過從未交往嘅言論道歉，要求佢哋承認金翠玲為公司始創成員之一，肯定佢對公司嘅貢獻，亦希望佢哋承認有出信追過金翠玲還錢。另外，亦透露計劃下星期正式提告李振浩，因為當佢哋辦緊金翠玲白事嘅期間，佢竟然想去揾金翠玲嘅靈位，仲不斷打電話騷擾屋企人，狡辯話係為咗求證，所以希望佢亦都會公開道歉。過咗2日到17號，金翠玲家屬正式透過律師控告李振浩虛假事實名譽損毀罪，並由還研所全程直播。律師表示，李振浩不斷喺佢啲片入面抹黑金翠玲，同夾埋 GM 操控輿論，話 GM 多次威脅金翠玲唔好再 po 合照，唔可以爆佢同金秀賢一齊，又寄信催佢還錢，但就對外講只係走程序。然後喺同日嘅直播入面，還研所放出金翠玲 fans page 所 po 嘅相，聲稱係喺金翠玲住所獵後影嘅，因為佢哋已經向金翠玲嘅家屬求證咗。見到上傳日期17年6月23日，當時金翠玲應該只係高中1年級，以為已經好飽，未算，佢哋仲揾到一名內地 fans 嘅微博 po，其中一張相係一模一樣嘅，但上傳日期就係15年8月1日。韓國嘅8月相信應該熱到 high， 但相中雙方都係着住冬天衫，所以應該係更早之前影嘅。而1415年嘅金翠玲只係得14、15歲。最後還研所話金翠玲舊年 po 咗張迷之合照上 IG 之後嘅第2日，即係24年3月25號，GM 再透過律師出第2封信俾金翠玲。相信睇到呢度嘅你哋都有啲攰，咁我就唔將全文翻譯，淨係講重點。律師代表表示明白你喺還錢方面有困難，所以願意同你協商，請你提出債務償還時間表。債務償還唔係 GM 或者公司任何人負責，而係我哋律師樓，所以有咩就揾我哋，唔好揾 GM 或者其他人。仲有你24號 po 嗰張相，唔單止可能對金秀賢有影響，仲可能影響埋套電視劇《女之女王》，咁就可能有法律後果，所以請你以後唔好再做類似嘅事情。面對住還研所新嘅指控，第2日金秀賢方面就第7度發聲明，裡面有8大重點，由於真係太長，等我由嚟為大家 too long didn't read。1. GM 話佢從來都冇要求過金翠玲賠償女之女王嘅損失，唔可能單單因為 po 嗰張相就要佢賠。2. 25號寄俾金翠玲封律師信唔係要催佢還錢，叫佢提供還錢計劃係因為公司層面上要證明盡咗力都收唔翻筆數，如果直接叫佢唔使還，會引申到金翠玲稅務方面嘅問題，同埋話寄咗俾佢之後第2日都即刻聯絡咗佢公司解釋翻封信，佢本人亦表達願意配合。3. 因為債務問題係公司嘅事，金秀賢都冇權過問，所以公司先迫不得已要求金翠玲唔好就債務問題再聯絡金秀賢。另外 GM 再強調從來未對金翠玲進行任何損害賠償等方面嘅施壓。4. GM 話佢哋分別喺2月17同19號都有參加金翠玲嘅喪禮，而且有送花圈同做白金。最後佢哋 po 出金秀賢啲廣告相，話兩件外套唔一樣，強調 fans page 張相並非金秀賢本人，同埋佢從來都冇去過相中嘅地方。金秀賢從來冇去過相中地方呢一句好重要，點解？因為還研所當日直播就即刻出咗條片，歐巴車落佢哋度，我哋一齊睇睇片先。너무 힘이 들어가 있는 거 아니에요? 신서영이 안 한다고 승기 잊어먹은 거야, 형? 승기 놀랬어? 와 이거 대박이야. 해봤어? 안 해봤지? 내가 봤을 때 이거 배에 하면 죽어. 그 고양이 등에 테이프 붙은 느낌이야. 오. 어떡해? 나 찍어 계속?
首先，片入面可以見到啲櫥櫃同佢張洗碗相係一模一樣嘅。另外，有眼力嘅網民揾翻2020年金卓麟喺佢屋企拍嘅綜藝節目入面嘅綠色櫥櫃又係完全 match。加上雖然睇唔到揸機嗰個人個樣，但把聲同金秀賢真係好似。可能因為對家都已經入稟法庭，所以前愉記兼 YouTuber 李振浩本住大無畏精神亂入戰團。佢首先話金卓麟屋企人有心隱瞞佢已婚嘅事實，然後 po 出今年1月8號金卓麟出嘅 IG po， 內有多張佢同一名男子嘅合照，而 caption 就寫住 Mary。當時金卓麟受訪嘅時候，聲稱只係同朋友嘅合照，不過李振浩就以一段聲稱係金卓麟今年1月8號同佢經紀公司代表嘅電話通話內容錄音為證據，證明金卓麟生前係已婚。由於成段錄音真係太長，等我為大家節錄重要嘅部分。 제가 올린 게 아니라 남자친구가 올렸어요. 너 실한 거야 결혼? 근데 이미 한 게 맞아요. 그렇게 그냥 지냈는데 여기 남자친구랑 결혼 안 하려고 했는데 이제 잘 이별하려고 하다가 애가 생긴 거예요. 너 임신했니 지금? 아예 지웠어요. 그것 때문에 이제 결혼을 하게 된 거죠. 애가 생겨서 결혼했는데 지웠다며? 근데 그걸로 이제 자꾸 좀 협박 아닌 협박을 해가지고 하다 만난 거야? 그냥 뉴욕에서 그냥 대기업 다니는 일반인이에요. 일단 지인 소개로 만났었는데 我都係留言佢講得太慢書，等我講埋落去啦。條仔話唔明點解唔可以公開佢哋嘅關係，佢兩個係為咗呢件事嗌一場大交，而因為條仔控制咗佢 KakaoTalk 同埋 IG， 所以就出咗嗰個 po， 但金卓麟就即刻叫佢 delete 咗佢。佢仲話男友平時係正常嘅，不過飲咗酒就會暴走。聽完錄音後，我都有諗對家會點部署，不過還研所當日並冇太大嘅回應，反而話因為韓國總統尹錫悅嘅彈劾案即將宣判，所以要集中火力報導政治新聞，宣布暫時休戰。到咗第二日 ，GM 方面也不忍了，第8度發聲明，而重點得一個，就係因為還研所 po 咗金秀賢張洗碗相，所以宣布以違反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等罪名，正式提告主播金世義、金卓麟為屬及其阿姨，亦強調如果之後再有類似嘅情況發生，亦會全面採取法律行動。同日，金世義代表金卓麟家屬回應，話佢哋從來冇聽過金卓麟已經結咗婚，亦完全唔明點解佢會同經理人講墮胎，而佢亦就佢本人被 GM 控告呢件事表明，真正嘅戰鬥而家先開始，因為 GM 嘅聲明亦即係承認上中人就係金秀賢。與此同時，李振浩再鋪多段聲稱係金卓麟離世當日，即係2月16號，佢朋友同佢經紀公司職員之間嘅對話。重點係朋友話金卓麟生前有講過，佢 New York 條仔係控制狂，仲會對佢喐手喐腳。朋友仲話收過金卓麟頸部有刀傷嘅圖，最後話覺得佢嘅選擇係因為呢一條仔。李振浩1連2日放出嘅錄音，目的似乎係想證實金卓麟嘅選擇同金秀賢無關。第二日有韓國媒體報道同錄音中經紀公司代表嘅專訪，佢冇否認自己係錄音嘅人，但就強調從來冇向李振浩提供錄音，亦冇授權俾佢公開。同日，還研所 po 出一篇由內地網民對該段錄音嘅分析，喺金卓麟說話嘅音軌可以見到好多被剪接過嘅痕跡，停頓位出現0分貝嘅情況。相反喺李振浩說話音軌嘅停頓位就冇呢個情況出現，所以認為內容係被偽造嘅。金世義仲話嚟緊會大爆金秀賢超越 N 號房事件嘅證據，相信有部分觀眾未必知道咩係 N 號房事件，咁就等我先為大家解釋下，已知嘅觀眾可以 skip 去後面。2018年12月，有個網名為哥哥嘅墳場喺 Telegram 開咗8個聊天室，分別命名為1至8號房，並採用付費會員制，number 越大就越貴，而入面嘅相同片尺度亦都越大。啲相同片就係條叫 GG 嘅人就係以各種威脅嘅手法得返嚟。之後聊天室管理人亦轉過2次，分別係 Watchman 同埋之後嘅博士，其中以博士條渣載嗰3間房最癲，尺度之大係包括排泄物、昆蟲，甚至要求啲女仔用利器為自己紋身，仲有啲其他咁泯滅人性嘅嘢係黐線到，如果我講出嚟呢條片一定中。所以想知詳情嘅可以去睇有關嘅 YouTube 片或者 Netflix 套紀錄片。最後因被2名大學生同1名記者無間道咗半年後揭發成件事，已知嘅受害人至少有74人，包括16名未成年少女，年紀最細嘅只係1名11歲嘅小學生。事件令全國上下人神共憤，要求公開所有同案件有關嘅施暴者真實身份嘅請願書，創下500萬人聯署嘅紀錄，成為歷史之最。而博士同哥哥亦被電視台公開佢哋真正嘅身份同樣，分別係同為25歲嘅趙周斌同文亨旭。最後呢2名渣仔分別被判處監禁42年同34年 ，Watchman 亦被判處監禁10年0 6個月。聽完都 feel 到事情有幾嚴重啦，所以當金世義喺第2日即係22號嘅直播入面做出片段中嘅動作，嘲諷金秀賢應該好中意，再次暗示金秀賢超越 N 號房事件資助嘅證據嘅時候 ，GM 就喺2日後嘅24號宣布追加控告還研所恐嚇，因為指控真係極度嚴重。佢哋亦強調金秀賢涉及類似 N 號房嘅影片並不存在，一切嘅指控都係
子虛烏有。第二日25號，一名自稱係金卓麟前男友嘅 K 先生橫空出現，接受韓媒 The Fact 訪問，表示金卓麟嘅選擇係因為佢屋企人對佢嘅冷漠，同埋嗰位紐約老公對佢作出嘅行為，所以唔關金秀賢事。為咗證明自己嘅證據係可信嘅，佢不但向記者提供自己嘅真名同身份證號碼，仲喺確信書上打上指模同進行錄音。我哋先聽下佢嘅錄音。2024년 11월 1일 오전에 김세론, 김하임이 자해를 하여 힘줄이 끊겨 수술까지 해야 하는 상황이라 입원 중이라고 하였다. 그래서 오후 3시 30분쯤 강남 더 드림 병원에 급하게 왔다. 김세론은 수술을 마치고 회복 중이었으며 가족들은 오지 않았다. 나 혼자 태어날 때까지 옆을 지켰으며 태어나기 전 1시간쯤 전에 님이 오셔서 결제를 해주고 퇴원을 했다. 곧장 김세론 집으로 갔는데 그날 문을 열자마자 김세론의 친엄마와 그 남자친구분이 식사를 하고 있었다. 그 남자친구는 김세론 집에서 데이트하는 모습을 4-5번 정도 보았다. 참으로 안타까운 모습이었다. 나름 자해를 했는데 세론이는 늘 가족 때문에 힘들고 도망치고 싶어 했다. 위 사실에 거짓이 없음을 확인합니다. 날짜 2025년 3월 25일 이름 주민번호簡單嚟講就係金卓麟受傷後要入醫院做手術，但直到佢出院，佢屋企人同老公都從來冇喺醫院出現過。K 先生亦都 po 出嗰位紐約老公需要佢本人嘅 cap 圖，除咗不斷打俾佢之外，仲 send 咗一個有威脅味道嘅訊息俾佢，內容大約係話知道佢同金卓麟舊年平安夜同聖誕節都有見面，警告佢唔好再揾同再見金卓麟，話自己只係忍住先冇對佢出手。K 先生亦都有同翻金卓麟講呢件事，女方同佢道歉同話自己都受到同樣對待之外，亦都同 K 先生解釋翻佢哋短三角關係。金卓麟話自己上年11月識到呢位紐約老公，當時 K 先生因為自身嘅問題令金卓麟覺得冇辦法依靠佢，所以先移情別戀。之後因為紐約老公威脅要爆佢哋嘅對話內容同相，亦都對佢喐手喐腳令佢好驚，所以為咗唔想連累 K 先生先提出分手，但強調自己對 K 先生嘅感情係真嘅。最後仲 send 咗張頸部充滿傷痕嘅相俾 K 先生。同日嗰位紐約老公喺還原所開始直播前15分鐘帶埋證據同金卓麟屋企人上去，由於時間關係，當日只係公開咗結婚證書同嗰位紐約老公嘅立場聲明，入面話由於事件嘅發展已經去到損毀佢本人同金卓麟嘅名譽，所以佢不得不企出嚟講清楚。首先佢話喺舊年11月中透過朋友識到金卓麟，雖然大家都係一見鍾情，但係冇慎重考慮過，倉促之下就決定結婚，而因為 Long D 帶嚟嘅現實問題，最後都令雙方決定申請婚姻無效。另外佢亦提出幾個論點反駁對家嘅指控。一，佢否認曾經對金卓麟出過手，因為自己係住喺 apartment， 而隔音效果係相當之差，如果有呢啲情況發生，鄰居一定會報警。亦強調自己係受過教育嘅人唔會做出呢啲行為。二，佢亦否認監視或者監控金卓麟，話佢哋之間係互相同意俾對方知道大家嘅手機同社交媒體嘅密碼，從而建立夫妻之間嘅信任。三，佢話金卓麟懷孕一事係今年1月被提及，但佢哋係喺舊年11月尾先開始認真交往，時間上唔 make sense。而當時女方亦有服用避孕藥，另外自己亦從來都冇用過任何手段去威脅金卓麟維持婚姻關係，相反佢哋雙方同意並已着手準備婚姻無效嘅申請程序。最後佢話手上亦有證據可以支持自己嘅論點，亦願意喺必要時接受警方嘅調查。另外還原所透過科技揾到 K 先生嘅真實身份，仲起埋佢底，原來佢真名係李燦希，99年出世，現居於仁川。同日韓國藝人自殺預防協會會長權英燦亦出面透露，金卓麟生前曾自殺被送醫急救20次，其中18次屋企人送去，包括佢爸爸，反駁金卓麟家人對佢不聞不問嘅指控。第二日還原所公開與紐約老公訪問片段，透露金卓麟生前飽受抑鬱症折磨，並提及佢有一個交往6年嘅前男友。而對於 K 先生嘅指控，紐約老公話因為條友一直對金卓麟使用昵稱，覺得不爽，所以先語氣重啲咁帶佢。此外，亦鋪出由紐約老公提供嘅證據，包括以喺1月頭所寫嘅婚前協議書，其中以第一點與前男友相關嘅人和事唔可以出現喺任何地方，同埋完全禁止提及，同第3點，任何一方要求時就要俾手機對方睇，去證明琴日嘅論點。仲有就係金卓麟喺2月份寫嘅分手信，佢喺信入面提及佢哋嘅緣分雖然短暫但強烈，如果當初用多啲時間了解對方先結婚，或者唔會咁輕易就結束。佢話可能係因為自己太孤單，而對方又長期唔喺自己身邊，亦都話所有嘢都係佢錯，同強調一直都係深愛住對方。聽落似係因了解而分開。之後還原所公開金卓麟生前自有 B 先生與李振學同李耀文嘅錄音，去證明金卓麟同金秀賢曾經喺度談婚論嫁嘅階段，但係金秀賢仲同2個人出軌，不過金卓麟就選擇啞忍。錄音中李耀文仲唔小心爆咗出嚟，話金秀賢嘅出軌對象係好出名嘅藝人。最後
後 B 先生話佢認為因為金蔡倫知道金秀賢太多嘢，所以男方先想女方喺演藝圈入面消失。第二日，金蔡倫家屬再度透過律師追加控告李振浩跟蹤罪，要求佢下架影片或申請逮捕令，目的係為咗防止佢繼續騷擾家人。隨後律師召開記者會，公開聲稱係金蔡倫同金秀賢喺2016年 KakaoTalk 嘅對話內容，大致上都係金秀賢啲撩女對白，所有 cap 圖都有喺華研所同日直播時再度亮相。其中最值得留意嘅係男方所講要求對方錫錫，話好掛住你，好想攬住你一齊瞓等嘅說話。金蔡倫嘅回答都幾受落嘅。不過搞笑嘅係，一眾眼利嘅網民好快就發現到疑點，圖中嘅對話係發生喺2016年6月，但金秀賢頭像張相就係2019年先開始用嘅，而 KakaoTalk 喺2018年開始將頭像嘅形狀由圓形改為方橢圓形，莫非時光倒流？另外亦有網民指出 cap 圖中深深嘅顏色唔一樣，但講真呢一點我唔係好睇得出。如果你睇得出嘅，麻煩留下 comment 話我知個分別喺邊。不過你而家睇緊呢條片就應該冇得做假啦。拍攝地點喺巴黎，有可能就係金秀賢寄明信片俾金蔡倫嘅時期，片中都係佢同男友人之間嘅無聊對話。但將一條咁嘅片 send 俾金蔡倫，佢嗰陣時個心諗緊咩？心照啦。之後華研所加碼公開金秀賢喺18年4月當兵時期同金蔡倫頗為赤裸嘅對話內容，例如金秀賢放假嗰時會叫金蔡倫冇返自己屋企，直接去佢度，女方收到就即刻飛奔過去。金秀賢亦不時向金蔡倫講好多以星馳撒嬌之餘，仲會講啲我除晒衫呢啲小暗示嘅說話。到31號呢場攻防戰不知不覺都開始咗21日，一直深潛嘅金秀賢終於上水，有律師陪同開記招，佢個人獨白咗成半個鐘，所以等我嚟為大家節錄重要嘅部分。我哋先睇下佢點樣為自己辯護。 저는 스스로를 겁쟁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저는 언제나 도망치고 부정하기 바빴습니다. 저와 고인은 5년 전 1년여 정도 교제를 했습니다. 하지만 그때 저는 교제 사실을 부인했습니다. 눈물의 여왕이 방영되고 있을 때도 주연 배우로서 지켜야 할 것들이 참 많았습니다. 이렇게 인간 김수현과 스타 김수현의 선택이 엇갈릴 때마다 저는 늘 스타 김수현으로서의 선택을 해왔던 것 같습니다. 하지만 만약 다시 눈물의 여왕이 방영 중이던 때로 돌아간다고 해도 저는 다시 그 선택을 할 것입니다. 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리스크 관리하려면 일단 적당히 받아들이는 모습도 보여라. 그럼 사람들 관심에서 멀어질 거고 나중에 컴백 준비를 해라. 하지만 저는 그럴 수 없었습니다. 저를 협박하면서 거짓을 사실이라고 인정하라는 강요를 받아들일 수 없었습니다. 고인이 미성년자이던 시절 교제를 하지 않았습니다. 跟住佢話酒駕事件發生之後，因為知道金蔡倫當時已經有另一半，所以先唔係咁方便聯絡佢。之後就進入辯方舉證環節。首先佢播出公司代表嘅電話錄音，證明喺寄出第二封內容證明書俾金蔡倫之前，有事先同佢當時經紀公司講，呢啲係公司嘅程序，一定要記。然後到 KakaoTalk 對話 cap 圖，佢話如果真係金蔡倫自己寫嘅，冇可能會搞錯雙方嘅年紀差距、公司名等，而且從來都冇要求過佢做新人選角或視覺指導等嘅工作。此外，佢話佢將華研所公開16年同18年嘅 cap 圖，連同自己今年一啲嘅對話 cap 圖，交咗俾專業鑑證機構分析，結果顯示92% 唔係同一個人寫嘅，話呢啲圖全部都係被重製過嚟攻擊佢。最後佢話佢會為咗相信佢嘅人努力證明一切，而律師就表示佢哋會對金蔡倫屋企人同金世義提出約120億韓元，即係約6349萬港幣嘅民事賠償請求。針對金秀賢喺記招上講嘅嘢，華研所就喺當日直播嘅時候公開18年6月20日夜晚，金蔡倫仲係17歲，高中時由2年級嗰陣時同金秀賢拍嘅片。我哋又睇睇片先。어떠신가요? 아직 안 먹었어. 빨리 먹어요. 맛있어요? 일단 네. 이 어이없어. 닭도리탕이랑 하면 네. 見到台上有酒同埋2個酒杯，所以主持同部分網民都覺得金秀賢慫恿17歲嘅佢飲酒，仲鋪埋佢哋當晚凌晨條唱 K 片，一堆佢哋一齊去滑雪嗰陣時影嘅相，同埋呢3張相，其中一張就係16年對話中嗰張。有眼利嘅網民揾到金蔡倫喺相入面嘅衣着，同15年12月12日節目入面所着嘅係一模一樣。曲線證實佢哋15年，即係金蔡倫得15歲嘅時候就已經一齊嘅講法。不過亦有網民指出，影片原數據所寫嘅係修改時間，而唔係創建日期，懷疑其真偽。
而事嘅爆相就係呢一張聲稱由金秀賢操刀嘅床照。最後又睇唔過眼金秀賢態度嘅韓國民眾，於同日喺青瓦台國民請願網站發起提案，為針對現時法例中嘅灰色地帶，係以將法定保護未成年合意性行為嘅年齡由而家嘅16歲提高至19歲，加強對青少年嘅法律保護。根據現時韓國嘅法例，與未滿16歲者發生超幼兒行為，無論自願與否都構成累。但如果夠16歲就有自主權。而就現時嘅證據，事件中男女主角係喺16至18年之間頻密互動，而當時金卓麟嘅年紀係介乎16至18歲，所以有可能因為年齡嘅差距導致有關人等避過法律嘅制裁。提案於4月7日正式通過，需要5萬人聯署嘅門檻，被命名為金秀賢防治法，史稱000防止法。第二日，金世義繼續咬住唔放，提到鑑證報告，佢首先話同女朋友講嘢嘅語氣同其他朋友本來就唔一樣，所以用同其他人嘅對話嚟做對比根本就唔合理。而且佢哋發現鑑定報告雖然提到16同18年嘅對話者好大可能唔係同一個人，但亦指出18年同25年嘅對話者可能相同，所以佢都忍唔住笑金秀賢傻的嗎？搬石頭揼自己腳趾。另外，外界對鑑定報告嘅準確性亦都有所保留，因為第一，嗰間鑑證所係私人而非政府機構；第二，佢哋個代表曾經上過節目分析 N 號房事件，佢話首腦趙周斌係40幾歲嘅知識分子，但事實證明佢係錯嘅。而科學鑑證嘅嘢就唔同風水命理，講唔中係冇得兜翻嘅。嚟到呢個位，Season 1都差唔多去到尾聲，等我講埋最後嘅重點，就係金秀賢方面分別喺4月1同30號再次對金世義同金卓麟屋企人提出刑事控告，而金卓麟遺屬再透過還原所喺5月7號召開記者會，聲稱手握金卓麟同舉報人 A 先生嘅對話錄音，內容係話金卓麟同金秀賢嘅第一次係喺對方只係初中2年級嘅時候發生。金世義仲話因為 A 先生手握重要證據，但又拒絕咗金秀賢40億灣嘅收買，所以就喺美國受到襲擊，頸部中咗9刀，仲公開埋 A 先生嘅傷勢圖。不過李振浩亦光速咁開記招，唔止踢爆所謂嘅錄音只係 AI 整出嚟，最搞笑嘅係傷勢圖竟然係 Google 揾翻嚟嘅。最後不意外嘅係 GM 因為還原所嘅造假誣衊，再次宣布追加控告金世義名譽損毀等嘅罪行。聽到各方都互相告嚟告去，意味住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所以大家都靜咗好多。而事件到現時為止都未有判決，因此 Season 1暫告一段落。終於輪到我表達我個人感想。喺我表達我個人想法之前，我想強調我唔係金卓麟 fans。所以講句，喺佢尚在人世嘅時候，我並唔知道有佢嘅存在。而且呢件事發生之前，我對金秀賢都冇任何正面或者負面嘅感覺。所以請 fans 們湧入或做任何動作之前聽晒先。首先，我覺得要將金卓麟醉酒駕駛及其引申嘅後果同金秀賢與青春嘅金卓麟交往呢兩件事分開嚟睇。因為醉酒駕駛係21歲成咗年嘅金卓麟做嘅一個錯誤決定，而呢個決定令佢要賠7億灣俾受影響嘅商戶。大家試下唔好當佢一個明星，當佢一個普通嘅市民。如果一個普通人做錯事，要賠一個佢負擔唔起嘅金額俾對家，佢身邊嘅人幫佢填咗條數，但係要佢之後還翻嚟，好合理嘅。如果佢因為還錢而受唔住壓力做傻事，大家又會點睇呢？有人話金秀賢咁有錢都唔自在啦，點解要追佢還錢，逼到佢走投無路？但一個人幾沓水自唔自在，同欠債還錢係兩回事嚟。就算我身家有1億美金，如果你借咗我1萬蚊港紙，我唔自在呢一皮嘢都好，如果我要你還，你都係應該還俾我，除非我話唔使你還。所以呢件事嘅關鍵就係要睇當時 GM 幫金卓麟填數嘅時候係點傾，究竟係幫佢俾住先，之後都要慢慢還，定係真係幫佢俾，不過之後出爾反爾，還是只係溝通上嘅誤會？照睇雙方放出嚟嘅證據，我覺得以上都有可能。雖然好似答咗等於冇答咁，但因為綜合呢2個月我做嘅 research， 基本上都係頭先睇到嘅嘢，令我覺得攻防戰嘅雙方冇一個係完全誠實可靠嘅證人。加上而家科技咁發達，我真係冇辦法100% 相信任何一方嘅證據。雖然 GM 話債務同金秀賢完全冇關，佢都冇權過問，而有可能因為呢個 reason 唔 comment 得都好，我會覺得如果當初金秀賢覆返 message 講句我唔方便插手咩都好，或者叫 GM 代表同佢溝通，今日嘅結果可能唔一樣。但留意翻，如果本身係傾好咗要佢喺限期之內還，而金卓麟後期因為冇 job 冇收入還唔到，受唔住壓力而作出極端嘅選擇，咁就唔關男方事。除非佢喺演藝圈被封殺係關金秀賢事，咁就唔同講法啦。但個問題係我哋而家苦無足夠嘅證據去判斷，所以我哋 move 去第二點，15歲的金卓麟。首先呢封信係喺18年金卓麟仲係17歲嘅時候寫嘅，正常入伍之後應該唔會有機會識到新女，而金秀賢係喺17年嘅10月入伍嘅，由此推斷佢哋曖昧關係開始嘅時候，女方最多只係得16、17歲，加埋佢 send 埋啲咁嘅自拍照，好難覺得佢哋嘅關係只係普通朋友。仲有就係呢張相，雖然話影唔到樣，但望落真係幾似，可能真係唔係佢，但係公司嘅聲明個解釋又係搞笑嘅，話件外套唔係廣告嗰件，咩一個人唔可以有2件相似嘅外套嘅咩？不過呢個都叫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但佢哋一話金秀賢
元從來冇上過女方屋企，然後24小時內就俾呢一條片兜巴車埋塊面度。重點唔係拍呢條片嘅時候個女仔幾多歲，而係你講咗大話。嗰時我都已經喺度諗，其實事情發展到嗰個位，你都明知金卓人嘅電話電腦喺晒對家手，而金秀賢又冇理由唔知入面有咩證據嘅喎，點解仲要講啲明知可以被推翻嘅言論呢？須知道舉證嘅嘢同出軌一樣，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俾人捉到你講咗一次大話之後，就好難再叫人信你。當時輿論真係一面倒咁批評金秀賢，但突然有位自稱係金卓人前男友嘅 K 先生以救世主嘅姿態橫空加入戰團，話金卓人有個紐約老公，又落個仔，又話條仔成日喐手喐腳。先唔好講啲證據嘅真偽，就算我當以上嘅嘢全部都係堅嘅，咁同金秀賢對15歲的他出世有咩關係呢？男女主角分手之後，只要個女仔同有關人等都係單身嘅成年人，又你情我願嘅，我話知佢72P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都仲得啦，唔好諗住咁就可以邊得走得㗎。雖然我都唔係好明個紐約老公所講話時間上金卓人冇可能大肚嗰點，即係點解11月識1月就冇可能有咗呢？一定要認真交往咗先可以認真交配嘅咩 ？Anyway 個重點就係佢上咗橫言所講清楚之後，對家尤其是阿 K 生靜晒，所以我就覺得似佢哋狗噏多啲。仲有就係韓劇女王全智賢嘅加持，我哋一齊嚟睇下女王嘅先見之明。 모든 배우분들과 스태프분들이 다 땀을 계속 흘리고 있었어요. 근데 이제 남자분들은 이렇게 땀을 흘려서 젖으면 더운데 이렇게 여자분들은 이렇게 젖어서 좋나요? 네, 그때 상황이 너무 기억이 안 나는 것 같은데. 예. 예, 뭐였죠? 키스신. 네, 키스신. 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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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 키스신이 이제 이번에도 이제 아무래도 이제 로맨틱 코미디의 두 커플이시기 때문에 키스씬 기대도 되겠죠? 작가님께 작가님께 솔직한 마음이 나오네요. 마지막일 수도 있겠지만 김수현 씨가 작업하는 게 마지막일까? 수현 씨, 선배님께서 정말 대단한 칭찬을 해주셨어요. 네, 화답을 좀 해주시죠. 예, 저도 전전 선배님과 같이 할 수 있어서 你睇全智賢一臉不屑嘅表情，加埋佢半講笑咁話今次應該係最後一次合作，睇嚟女王一早已經睇清楚金秀賢係個咩人。不過最令我覺得金秀賢係有對青春金卓倫出手嘅原因，唔係咩證據或者其他人嘅言論，而係佢本人嘅行為同埋表情語氣。第一，如果真係開始認真交往嘅時候，雙方已經係成年人，點解要深潛3個禮拜先出嚟澄清呢？冇做過嘅一爆就出嚟講事實咪得咯，使乜成 team 人度咁耐啫？第二，上面提過嘅不斷講大話俾人踢爆。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嗰點，就係佢喺記者會上嘅表現，成件事俾我嘅感覺就好似一個 performance 咁。佢本人俾我嘅感覺就係要塑造到自己好似一個受害者，覺得個女仔專登揀佢生日嗰日離開，令所有人都覺得係因為佢，令佢無啦啦被老屈為一名殺人犯。因為要整呢條片，所以我睇咗好多佢嘅演出。有冇人同我一樣都覺得金生呢兩段喊戲都做到絲絲入扣，入木3分，演技足以問鼎獎座呢？歡迎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另外成個記者會佢都以故人嚟稱呼金卓倫，一次都冇提過佢個名，完全係想劃清界線咁。呢個位除咗令我覺得佢冷漠無情之外，佢仲好似嬲咗個女仔，嬲到連佢個名都唔想提咁。喂大佬，話晒都有過一段情啊！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和平分手嘅，而家人都走咗啦，唔使冷漠到咁啫。講真，如果佢想做你嘅，佢大可以以當事人身份爆晒啲嘢出嚟，睇住你折墮，順翻條氣嚟個玉石俱焚先走啊！但佢冇喎，呢條友仲要顛到話，如果翻返去女之女王熱播嘅時候，俾你揀多次，你都一樣會咁做。喂，呢句嘢同東出昌，但係之前被問到中意老婆定條女多啲，佢竟然話如果照實答會 hurt 到老婆，所以拒絕回答。呢個答案有異曲同工之妙。就算你個心真係咁諗都好，有啲嘢係唔講得出口噶。究竟你知唔知而家咩情況啊？想加速滅亡？如果呢句嘢你係跟稿讀嘅話，麻煩你炒咗寫稿嗰條友。另外，我覺得佢係一個典型嘅自戀型人格，可能因為佢星途太順，冇咩受過挫折，而且擁有極強大嘅粉絲團，令佢真係以為自己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千錯萬錯都係人哋錯，自己一定啱。而且佢13年受訪嘅時候有提過，希望將來個老婆比自己細20歲。佢話希望對方21歲，我覺得只係因為佢唔能夠講一個更細嘅數字。加上大家睇下聲稱係佢08年所寫嘅呢篇 blog， 佢話理想嘅另一半係要隨傳隨到，為佢要生要死，唔可以質疑佢。基本上係要求個女仔嘅世界只可以有佢。未紅嘅時候佢已經咁諗，試問名成利就之後嘅佢會點對另一半？而可能就係佢呢一種
種高高在上嘅自戀心態，令我覺得喺呢件事上完全睇唔出佢有反省過。其實如果佢有講啲類似，如果我當日有關心蔡倫，可能佢就唔會做呢一個選擇，或者有些少流露出對個女仔嘅惋惜同不捨。大眾嘅反應可能冇咁大。首先你要明白，你啲 fans 冧你好多都係因為你喺劇入面嘅暖男形象，但而家你俾佢哋睇到你只係話你自己點樣俾人屈，我好慘乜乜七七，對金蔡倫就冬急鴨雪咁，個反差大到就算之後打官司真係贏咗，世人都只會記得你喺記者會上自私嘅言論，同埋唔好以為淚哭成人扯晒烤咁就博到同情得㗎。佢啲喊戲可以話去到爐火純青嘅境界。不過相信睇緊片嘅你，如果有翻咁上下做人嘅閲歷，係真喊定演技唔多唔少都分到嘅，最起碼我唔信係真心咯。結論係，我覺得金世榮係有喺金蔡倫很年輕嘅時候對佢出手，但唔代表我完全相信華研所嘅證據，尤其係佢被踢爆用 AI 整錄音同用 Google 嘅雙寫圖之後。喂大佬啊，件事發到咁大，屈人你都抌啲本啦 ，Google 最少用 AI 啦係嘛？明明一直領先緊，但又無啦啦自己左腳踢右腳咁做乜勁？至於金蔡倫，其實我都幾同情佢，細個父母就分開咗，老豆又唔要佢，媽媽又有抑鬱症，仲試過攬住佢同妹妹做傻事，令佢留下一世嘅陰影。為咗養屋企人，要拋個身出嚟做童星，為咗賺錢焗住接一啲好坎坷嘅角色，無論係喺極端嘅天氣底下，定係發燒發到40度，都硬住頭皮繼續拍攝，拍完仲要買飯翻屋企俾媽咪食。好啦，終於叫闖出名堂啦，翻學又俾啲唔抵得嘅同學恰，對佢惡言相向，偷咗佢對鞋，搞到佢要赤腳翻屋企，最後個頂唔順退學改為 homeschool， 然後到10幾歲就被金世榮出手了。講真，就算佢哋真係成咗年之後先一齊，一個27、8歲嘅男人同一個15、16歲嘅女仔來往，仲曖曖昧昧咁都核突啦係嘛？正常人都會避忌下啦，仲要你哋兩個初相見嘅時候係呢個狀態，將兩件事放埋一齊諗真係好嘔心。其實你係咪想做亞洲版嘅 Leonardo 呢？但人哋20至25，你15至20喎。我個人認為金蔡倫最後嘅決定唔單單只係因為金秀賢一個人，而係所有負面嘢加埋。因為佢不幸嘅童年，其實基本上可以話佢係冇童年，令佢好渴望被愛，所以金秀賢嘅出現就令佢義無反顧咁投入戀情。但因為年齡同演藝事業上地位嘅差距，令佢哋段關係好唔平等。個女仔好大可能一直都只係服從嘅一方。分開之後遇到紐約老公又閃婚閃離，從佢寫嘅信睇得出佢係100% 戀愛腦嚟。而酒駕事件令佢冇晒目前工作，又翻唔到身。但其實嗰次都冇人命傷亡，佢又冇重蹈覆轍，而且又肯放下身段，腳踏實地咁打工還錢。當時大家真係有必要對佢趕盡殺絕咩？愛情路崎嶇，事業路又不順，正正經經打份工又被放上網，可能就係因為咁令佢萬念俱灰。嗰下覺得一切嘅起點都係由同金世榮一齊開始嘅，所以就選擇喺佢生日嗰日離開，唔係要玉石俱焚，而係想金世榮記住自己。不過以上我講嘅所有嘢都只係我個人嘅感想，事實可能完全相反。唔知睇緊片嘅你對呢件事又點諗呢？歡迎喺樓下 comment 分享。唔同 N 號房事件，金世榮呢單嘢係未判嘅，我覺得 N 號房嗰班渣仔應該被直送地獄兼終身褫奪輪迴資格。而如果最後金世榮真係被證實有衰11嘅，我認為除咗坐監之外，化學閹割係最低消費。唔知大家又覺得應該點判呢？都可以喺樓下 comment 分享下。唔知大家睇到記招嘅時候有咩感想？我就記得我見到佢喊到抽晒速嗰時，我個腦就彈出4個字 Crimea River。用中文解釋嘅話，意思大約係我話知你淚流成河，我都唔會可憐你。咩時候用呢4個字為之適合呢？當你覺得有條友喺度貓哭老鼠嘅時候，就可以講 Crimea River 嚟諷刺佢。如果你想再串啲，你可以話 You can cry me a river, but you still ain't getting no sympathy for me. So just save your crocodile tears。意思就係，就算你淚流成河，你都唔會喺我身上得到任何同情。所以唔該收翻埋一啲鱷魚的眼淚，因為當鱷魚咀嚼緊獵物嘅時候，佢哋會流淚，又要咬又要喊，咁即係虛偽啦。所以啲人就用 crocodile tears 鱷魚的眼淚去形容非真心嘅虛偽眼淚。不過事實上，鱷魚流淚係為咗清潔同滋潤眼球，或者進食時淚腺受壓。但金世榮流淚嘅真正原因，就得佢自己先知啦。今次條片就去到呢度啦。我冇諗過講呢單嘢要成粒鐘，大癲！我從來都冇整過咁長嘅片，仲計漏咗自己唔識韓文，搜集同整理資料、教翻譯，連埋自己大病咗2場，所以今次條片拖成2-3個月。但好開心，終於都大功告成。希望大家中意條片啦，記得俾個 like， 撳個 subscribe。最後好想多謝每一個有睇、有 like、有 comment 嘅觀眾，尤其是上一條片，因為你哋我先可以一條片就開通盈利。多謝你哋嘅支持同鼓勵，我會繼續努力噶啦。有咩意見或者有咩 topic 想我講嘅，歡迎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